呢台 C 班嘅車主同我哋反映，佢台車嘅冷氣唔凍，撳極個 AC 開關都唔着燈，以為係個掣壞咗。憑我哋多年嘅維修經驗話俾我哋知，冇咁簡單，因為呢款車有得7-8年或者10萬公里之後，佢好容易出現蒸發箱漏雪種嘅一個情況。嗱，而家個蒸發器咧就拆咗出嚟啦，就係呢個位置漏雪種，搞到佢個冷氣唔凍啦。換一次呢個蒸發器唔簡單㗎，因為要將車頭儀表台冚唪唥晒全部拆晒出嚟，先至換得到呢嚿嘢。所以我哋都會建議車主盡量用翻原廠件或者一啲國際嘅知名品牌。拆咗出嚟嘅零件咧，我哋都會用保鮮膜咧封住佢，防止刮花。記得關注我哋中山保德柯。